香港夏天熱到溶，同我哋一齊直航出發，飛去全中國最正嘅避暑天花板遼東丹東。呢度平均只有22度，有雙世界文化遺產加冕，仲可以帶你深度橫跨中超邊境線。嚟到呢度，先帶大家睇雙世界遺產，走進中國僅存兩大皇家宮殿群之一嘅瀋陽故宮，聽住專業講解，感受滿清風韻，再登上高踞麗開國嘅五女山城，喺山邊黃都俯瞰成個玩龍湖，氣勢磅礴。跟住去揾夏日極致清涼，坐船深入本溪水洞，嘆住12度嘅天然冷氣探秘地下暗河，再去埋關門山同天橋溝，喺96%綠化率嘅森林大氧吧入面漫步歐式童話曼谷小鎮，真係成個人鬆晒。行完山水，仲帶大家反轉古代，去埋全遼寧保存最完整嘅三渡河民族村，喺唯美嘅太極田園風光入面，親手體驗整打糕，欣賞最地道嘅朝鮮族歌舞，成個氣氛真係熱鬧到震。最硬核嘅行程嚟啦，我哋包車行駛此生必駕嘅 G331邊境大道，喺運江大轉彎，一眼睇盡兩國兩省兩江，仲會坐船深入鴨綠江，近距離一窺神秘朝鮮嘅民居同軍港，最後去埋民國大帥府，全程直航往返，真正純玩零購物，想過一個22度嘅震撼歷史避暑假期。跟住我哋旅行社出發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